本書賣幾多我冇所謂，每一毫子我都係捐出嚟做慈善。最緊要就係嗰個精神，本書嘅精神可以感染到讀者，我就已經好開心。費咗4年嘅時間至寫成呢本書，人力物力嘅時間加埋個成本，相信遠超過我哋賣出嗰個收入。但係我冇後悔到。我覺得做仔女嘅點樣回饋翻自己個父親呢？寫一啲嘢出嚟，一個留念，可以宣傳佢嗰個做事做人精神。我諗呢個就係我哋做仔女就最好嘅回饋嘅禮物俾一個父親。希望可以感染到而家年青人又好，而家在世嘅人又好，呢個已經係一個我哋做咗一福慈善基金一個精神，一個慈善精神。